耶穌潔淨聖殿上。按對觀福音記載，耶穌喺公開傳道嘅末期，上耶路撒冷迎接苦難嘅時候，到聖殿驅趕商人。若望福音則記述耶穌喺公開傳道初期，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就潔淨聖殿。究竟耶穌喺公開傳道初期還是末期潔淨聖殿嘅呢？有學者認為潔淨聖殿事件冇可能喺耶穌公開傳道之初發生，因為呢一個行動係對聖殿嘅莫大侮辱。宗教領袖絕唔會容許耶穌做出咁嘅事之後繼續周遊宣講。相反，耶穌公開傳道末期至少已確立先知或者師傅嘅地位，並且有相當嘅群眾支持同埋擁戴。尤其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之後極受歡迎。佢如果喺呢一個時候潔淨聖殿，即使宗教領袖萬分不滿，亦都唔敢隨便出手加害於佢。其實若望福音有關潔淨聖殿嘅敘述，明顯分為兩個部分：潔淨嘅行動同埋警告嘅言論。兩個部分嘅結語均提及門徒想起聖經嘅話。呢一個結構亦都暗示耶穌唔止一次對聖殿作出警告。所以有學者推斷，耶穌公開傳道期間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嘅時候，喺聖殿作出先知性嘅警告，及至耶穌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嘅時候，先至從聖殿連牛帶羊嘅驅趕商人，令到猶太宗教領袖不得不採取行動捉拿耶穌。三部對觀福音只記載耶穌一次上耶路撒冷，並且都以耶穌潔淨聖殿嘅行動作猶太宗教領袖殺害佢嘅導火線。但係若望福音記載咗耶穌三次上耶路撒冷，所以福音嘅佈局有更大嘅彈性，唔一定依照歷史嘅時序。按若望福音嘅編排，耶穌復生拉匝祿呢一個震撼嘅神蹟，先至係佢致命嘅導火線，而佢潔淨聖殿嘅行動就搬到公開傳道之初，喺佢對聖殿發出警告嘅言論之前。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，耶穌便上了耶路撒冷，在殿院裏，他發現了賣牛羊鴿子的和坐在錢莊上兌換銀錢的人，就用繩索做了一條鞭子，把眾人連羊帶牛從殿院都趕出去，傾倒了換錢者的銀錢，推翻了他們的桌子，給賣鴿子的人說：把這些東西從這裏拿出去，不要使我父的殿宇成為商場。殿宇嘅原文除咗可以指宗教場所，亦都可以指屋企。舊約經常就將聖殿形容為天主的家。耶穌喺呢一度稱聖殿為我父的家，表明佢係天主之子。商場原文直譯係買賣的家。Emporium 一詞指交易嘅場所，所以已經表示嗰度係一個地方。家呢一個字就係累贅嘅。若望聖史係喺度玩弄家呢一個字嘅文字遊戲，商人將天父的家當作做生意的家。按對觀福音記述，耶穌不滿聖殿商人欺詐嘅行為，指責佢哋將聖殿變成賊窩。若望聖史筆下嘅耶穌唔理商人係唔係誠實，而係原則上反對喺聖殿天父嘅家呢一個神聖地方進行商業活動。呢一度回響匝加利亞預示末世嘅景象，聖殿裏邊必再沒有一個商人，聖殿嘅敬禮要攀上更高嘅境界。跟住旁白補充指出，他的門徒就想起了經上記載的：我對你殿宇所懷的熱心，把我耗盡的話。門徒們想起嘅係聖詠69篇呢一首著名嘅默西亞聖詠，表示門徒當時就意識到耶穌嘅默西亞身份。不過把我耗盡一詞喺聖詠裏邊用完成時態，聖史引述嘅時候卻改成將來時態，暗示耶穌不久之後將完全獻出自己，甘心情願捨掉佢嘅性命。換言之，嗰一股唔係內在嘅主觀嘅熱忱，仲會有客觀嘅後果。
導致佢喪命，名副其實咁將佢耗盡。若望雖然唔似對觀福音一樣，將耶穌潔淨聖殿呢一件事描繪成猶太人殺害佢嘅導火線，但係下文18節亦都隱約暗示咗呢一點。潔淨聖殿呢一件事指向耶穌嘅死亡同復活，所以拆毀嘅聖殿亦都成為咗佢嘅身體嘅象徵。